詳盡嘅新聞內容，民陣發起爭取真普選遊行，民陣話有13000人參加，警方話高峰嘅時候有8800人遊行。李文欣報導。亞洲電視記者李文欣報導。有份參與遊行嘅學聯同埋學民思潮代表批評有泛民立法會議員轉軚，期望以普選立法會換取泛民支持政改方案，認為係背棄民意。而多個泛民議員亦都表明對否決政改方案嘅決心唔會動搖。梁素婷報導。電視記者梁素婷報導。遊行結束之後，幾百人喺終點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集會，當中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話，計劃喺政改方案表決之前辭職，發動變相公投。亞洲電視記者黃文俊報導。兩名日本人質先後被伊斯蘭國斬首，日本有輿論批評日本政府其實早喺兩人被綁架消息公開之前已經得悉事件，但係首相安倍晉三上個月出訪中東地區，仍然宣布提供反恐援助嘅資金，認為安倍要對人質被殺負責。林泰基報導。翻嚟新聞時間，大約50人夜晚喺大埔警署外聚集，要求警方釋放一名被警員帶走嘅本土民主前線女成員。本土民主報道，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話，而家要求醫院管理局就聯網重新劃線未必實際，應該等待其他醫院擴建計劃落成，再透過聯網改劃理順問題。潘詠儀報導。高記者潘詠儀報導。近年越嚟越多人去到南韓整容，當地嘅整容醫院成行成市。不過唔少醫院同埋醫生被揭發唔符合相關嘅專業資格，涉嫌非法行醫，引致醫療事故頻生。最近就有一名50歲嘅內地女人喺當地整容嘅時候發生事故，成為植物人。楊嘉玲報導。內地民眾去到夜間新聞報導完畢，各位晚安。